农历的7月半，恒春的重头戏，骑鼓坪唱歌的活动，由满洲体育会抢到冠军。不过依然有2支的队伍质疑，讲第1名甲第2名同时来卡路，讲镇公所的裁判无公平。镇公所驳回讲，卡路棒是第1名先摕到，才看第2名的手做伙卡路，所以食第1、食第2真明确。 一日一摆四股坪活动18暗时举行，虽然讲有落大雨，难度提升，也毋过参加的选手拢受日办法爬这个有瓦牛油的条啊，最后是由满洲体育会先爬去顶悬。 攻击手无随卡路，只是举路锤，所来第2名到现场的时，嘛无超过第1名去卡路。2人伫现场伫咧开讲，一直到第3名嘛到的时，第1名甲第2名的人才做伙卡路。 冠军队甲第2名，差不多是同时卡路大会最后裁决满洲队第1名，也毋过这个画面发生争议，第3名的队伍控诉讲比赛的排名有问题。只有我们上去之后，他拦住我们的选手，你拦的话应该取消资格，真的对我们宜兰来的这2队非常不公平。针对这点，裁判长讲起了当时的情形。 哦，因为这队伍我大家拢爬遐尼侪年啊啦，伊就是要等这兄弟迄啦，伊要同齐来卡落啦。第1个跟第2个差有快20秒嘛，是他已经先拿到那个敲锣的棒子，第1名是没有问题，他已经拿到了。 镇公所强调讲，因为前2名的行为真罕见，其实比赛迄日天就开会讨论这个争议的问题，裁判绝对公平，是依照大会规定决定排名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